约翰一书第2章，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着咱的罪，毋但咱的罪，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。咱若有在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有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在遵守伊的诫命，这个人是白贼，伊内面无真理。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的听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内面，应该照耶稣基督言行生活，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内面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写互恁的毋是新的诫命，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，是恁捌听到的信息。总是我写互恁的诫命，嘛通讲是新的，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在过去，真光已经得照。人若讲伊伫光明中，毋过怨恨兄弟还是姊妹，事实伊也久伫黑暗中。疼兄弟还是姊妹的人，是伫光明中的生活，袂至到互人绊倒犯罪。毋过怨恨兄弟还是姊妹的人，是伫黑暗中，伫黑暗中的生活，毋知要去倒位，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少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靠基督的名，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福乐是大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人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。细囝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人捌爸。福乐是大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人捌对起头就存在迄位。青年人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勇壮上帝道踮伫恁内面，可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。毋通贪爱世间，还是世间的物。若有人贪爱世间，伊就无疼爸，因为一切属世间的，亲像肉体欲望、目睭的欲望，等家己的财富等，拢毋是对爸来，是对世间来的。这世间甲世间的欲望，拢在过去，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生存。细囝，这是将末的时，恁有听到基督的敌对者得要来。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的敌对者出现。对安尼，咱知这是将末的时，因离开咱，因为因毋是咱的人。因若是咱的人，会继续甲咱做伙。毋过因离开，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。恁已经有领受圣神。恁拢知，我写批互恁，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，是因为恁捌真理，搁知一切虚假，毋是对真理来。什么人是白贼的？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。拒绝爸甲囝的，就是基督的敌对者。拒绝囝的，无接纳爸；宣认囝，就是接纳爸。就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，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内面。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，是永远的活命。我写这个互恁，是关于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。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个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。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就照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内面。但少年人就踮伫基督内面，
安尼伫伊显现的时，咱伫伊面前才袂好胆，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。恁若知伊是公义，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才是上帝的子儿。